教授，您对这次的这个会议的举办有什么期待或者是看法？是，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目前呢，那个中国政府了，在这个专制的，恶性的崛起的情况下，全世界呢又经过了3年的新冠疫情，然后遭遇了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危机，所以我的感觉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历史呢给我们一个恐怕一个重大的一个机会，国际形势呢在变，国际的格局，尤其是西方国家那个西方民主国家，也逐渐认清了中共的许多的本质。那么所以在目前反对中共的历练过程中，尤其是藏人流亡社区了，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所以这次呢，以藏人就是为主了，能够把针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主要的一些各派的反对力量，无论是民运也好，还是比如说新疆维吾尔的他们的反抗力量，那么还有包括香港啦、台湾啦等等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机会，也是重要的一个努力。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在这种关键的时刻了，有这么一个会议了，我觉得是非常就是有价值的。那么对这样的一个会议，我有什么样的一些期盼？那我觉得呢，就说我们首先第一个了，我觉得也是交朋友，就是大家各派的那个朋友了，能够相互的认识，也能够相互的理解，相互的给力。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于我们大家呢能够相互的分享经验，能够结成某一些共同的智慧。尤其在这个反共的这个过程中呢，共产党呢，那么他们的那个手法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大家如果能够明确的知道，尤其他在里边挑拨离间呢，让我们大家呢能够分享各种经验呢，我觉得非常重要。那么另外呢，就说我的一个重大的期盼，就觉得我们大家要做好各种思想准备，也做好各种政策准备，因为当历史呢如果发生大的那个变动的时刻，恐怕呢最关键的时刻不是说没有机会，而是说我们有没有智慧能够抓住机会。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期盼。对，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本身中国了，那么尤其是在中华民国了，当时也有满那个就是回那个藏就是汉，还有就是满呢。那么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大家提出就是原来那个在整个中国框架内的各个民族，他们的一种文化的继承，文化的复兴。尤其是针对共产党呢，他搞的就是要把所有的其他的文明呢、文化呢，全部要统统同化。那么我觉得，在这种时候呢，大家能够相互的团结了，能够抵制中共的这种强制的同化了。尤其是在新疆，在西藏，我们也能看到，其实有很多的文化的一种种族灭绝。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团结了和这种努力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在反对共产党暴政的那个同时了，我觉得不要忘掉，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尤其是无论是受迫害的人权人士，还是少数族裔的在中国境内的，那么其实最根本的在于，就是我们大家要在基本的人权、基本的人道主义上了，我觉得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也就是说，无论未来怎么发展，那我觉得首先这些族裔之间呢，那么一定呢，就像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大家一种非暴力，一种不走激进道路，一种中间道路。那么这种呢，我觉得恐怕是大家呢必须的要恪守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因为不然的话呢，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相互的人道主义精神，尊重各自的人权、个人的和族裔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人道主义的关爱的话呢，我担心呢，就说恐怕历史呢还会出现反复倒退，甚至可能出现流血。那所以这是我希望呢，就是我们大家呢应该那个明确的这么一个就是基本的法则。对，我呢那个在过去10来年呢，参加了许多的汉藏对话了，那么也那个觐见那个尊者了那个无数次，那么也跟尊者了跟藏人的各种就是机构了，在美国也好，在印度也好，在欧洲也好，
那么举行过各种活动。那么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过程，因为让我了解了藏民族、藏文化，而且呢，通过在达兰萨拉的印度之旅了，让我了解的就是藏民族、藏文化了。那么依托于的这么一个更大的一个印度文明了。那么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收获非常大的。那么在我写的那个著作的过程中，像我在写一本书，就是关于那个达赖喇嘛呢作为一个领袖人物了。那么尊者知道我写这个书，他就说，我需要你写中文。那么对我的汉族的兄弟姐妹了来去讲。那所以呢，我已经完成了2019年，正好也献给达赖喇嘛了，因为献给达赖喇嘛和他那个引领的藏人呢，正好是流亡60周年。那么我可以说一下，就是说正好在我来之前呢，就是在上个月，那么这本书尽管是2019年发表的，但是有另外一位华人呢，那么他也拿了神学学位，那么他就读到我的书，那么就是在1个多月以前，在杨建立的易报上啊，专门还发了一个书评。那么所以呢，我看到就是有像陈维健，我们都是熟悉的人物，他也发表过我的这个书的书评。那所以我觉得，当我的这个书能够写出来，对流亡藏人、对达兰萨拉啦，对更深刻的了解了。我觉得它的那个作用在那儿。那么，所以我读到这些书评呢，感觉到了我能够影响到这些读者，而且这个读者又在发表这个书评呢，让我的书有更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我们反正就是做一些细致的工作，然后让大家呢，尤其是汉人呢，更多的能够了解藏人的诉求和藏人目前的各种成就。然后我们也知道，明天就是周六的话，你们这与会的代表都会去觐见尊者。对。那您对于觐见尊者有什么期待，或者是想要给他汇报的？是，因为我由于疫情呢，已经有3、4年了没有见到尊者了，所以当然呢，这次我是非常激动，是希望能够跟尊者那个见面。那么一方面呢，向他表示祝福。另一方面呢，就像我说的，我在2019年呢完成了我的书，那么我觉得呢也是一个礼物了，我想献给尊者了。那么因为他那个握着我的手，他说我要你用中文写，告诉我的汉族的兄弟姐妹。那么所以我觉得呢，我完成这个他交给的任务了，我还是非常高兴的。当然，另外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期盼呢，我们知道。现在就是经历了这么多困难，那么整个疫情以后呢，那个流亡社区也在恢复。那么我也知道中共的话呢，他们呢采取一切措施想诋毁那个达赖喇嘛，尤其是今年春季我们看到中共搞的这个大外宣呢，那么进行抹黑运动了，进行洗脑了。那所以我觉得呢，就说因为我也那个加入了很早时间加入这种反对这种中共的洗脑，揭露他的这个阴谋。那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呢大家呢，第一。希望尊者了，就是他的道德地位，他的领导地位了，那么一直得到就是不断的弘扬。另外的话呢，我们呢作为他的追随者了，那么在关键的时刻了，我觉得我们要有信心，要有这种那个就是力量了，那么去能够反击了各种对尊者的抹黑。所以说我觉得这次呢，如果再能够见到尊者的话呢，那我觉得当然就是向他汇报一些做的事情，同时的话呢，我觉得呢，我们会有更多的就是这种信心呢，在未来不管中共想那个制造任何的混乱，或者是要掀起各种的阴谋，那我觉得我们呢都会有这个力量，有这个就是勇气了去回应。好。那最后我想就是请问您，就是你有什么信息或者是建议要传达给观众的？对。那么有一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在于，通过尤其是我卷入到这次反击中共的这个抹黑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个就是反击战呢，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因为呢，就是我们的藏人朋友了，都非常心地善良，有时呢都没办法想象了中共呢会以一种无中生有的超越我们的常识的一种底线的，就让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进行某一种抹黑。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呢有时候呢那个有意无意的成为了他的一个俘虏，成为他的牺牲品。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时间我看到，当然就说很多的藏人呢，就是当然是很伤心。那么有些老人呢也都那个哭泣。那么我觉得，当我们这种悲伤或者我们的愤怒，牵扯我们呢，其实我们就已经上了中共的当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有真正的对尊者了有坚定的信心，
那么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发生在尊者身上。对。那么这个尊者的性格和尊者的道德形象，跟我们了解他，我相信你们藏人呢对尊者了解的比我还深。那么通过我那个十几次对尊者的见面的话，我就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说很清楚的，就说我觉得这种第一对尊者的这个尊敬和信心呢，就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动摇的这个空间。那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第二的话呢，我觉得对中共的这种邪恶了，它的这种就是阴谋了，我觉得我们不能就是低估。那么第三的话呢，那我觉得我们在任何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知道，还有护法金刚啊。那么我觉得尊者的话呢，那么他也需要，尤其像我们年轻人，尤其我觉得这次呢，藏人那个就是社区里面年轻人表现得非常好。那所以我觉得这种呢，我是希望呢我们吸取这次经验。我觉得我们打了一场非常美丽的战争。那我觉得我们呢，反正就是做好这些心理上的准备的话呢，我觉得以后呢，我们就可能避免上到中共的这种大外宣呢和这种洗脑的这个圈套。因为我们如果在情绪上，我们就是比如说完全是伤心了或者是愤怒了，那么我们已经就是我觉得输给他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绪上的话呢，我们要用喜乐，要有幽默，然后呢要有就是信心呢。那我就对待这一切了。我就最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交锋过程呢，其实中共呢也就是集中了1个星期的这种攻击。对。其实后来的话，他们也知道，他们也败了。对。马上后来就烟消云散了。对。你好，谢谢。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藏人新人中央电视台的采访。那么我想请教你，你是第一次来达兰萨拉吗？是的，也是，其实也是第一次来到印度。哦。那对于达兰萨拉，你在没来之前跟来过这边的这样一种感受跟一种就是说你没来之前期待，或者是到了这边的一些看法。其实我老实讲，我原本期待是达兰萨拉会更大一点，就是我想说，我们今天早上去见Sikkim 嘛，然后还有这个藏人行政中央的他们的一些这个办公啊的部门，所以我原本想象的感觉好像会更大一点，但感觉今天看到的是比想象的再小一点点。如果把这个可以算是一个感想的话，对。除了这个之外，我不确定这个算是达兰萨拉的特别之处，还是印度，因为我也是刚来印度，然后也是第一次来。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种很神秘的，主要是在人类文明跟自然的这个界限，没有像是譬如说我是从美国飞过来的，或者说我之前生活在台湾，之前都会觉得比较稍微再明确一点，但是到了这边会感觉得到说，可能可以说有人会觉得说就叫比较混乱，或者说没有秩序，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人跟自然的和谐共存的一个现象，然后撇除人跟自然的界限之外，在人跟人的生活上，比如说开车呀，这个建筑啊等等方面，在印度或达兰萨拉这边，我看到的确有感受到说，这个比起我之前待过的国家，还要再更，怎么说呢？更活泼、更生动一点。然后也是说，秩序上走的规则跟我之前所看的是不太说生活的国家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也是很惊讶的可以发现，这边看似比较没有没有章理、没有条理的这种生活方式，人们也还是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规则，找到它的规律，然后make things work。This is very 就是我觉得很酷，就是还可以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它却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默契的那种感觉，大家用这种方式在相处，在生活，那这都是我比较文化冲击比较大的。刚来到印度这样，还有就是蛮热的。对。当然，萨拉这边好多了。我在德里机场那边那里好热。了解。那我想请教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后天就是10号，那10号早上你们要见达赖喇嘛尊者。所以说您对见他的这种期待，或者是见到他的时候，您有什么要想对他说的，或者是什么这方面的，你可以方便谈一谈吗？期待的部分，其实就像今天早些时候 Sikkim 提到的，
就是我是维吾尔人权项目，所以我是做维吾尔的运动的。他提到说在藏人跟维吾尔人这种互动上曾经有一个维吾尔人跟他提过这句话，说藏人是有头没有身体，然后维吾尔人是有身体没有头。对对对。这个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我在琢磨他这句话底下的意义的时候，我有感受到说，这个就是达赖喇嘛尊者非常伟大的一个地方，因为他的人格魅力、领袖魅力，跟他待人处事，他以身作则的各式各样，都展现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这种风范。那在这样子的领导底下，藏人的运动才可以说是有一个非常统一统整，然后又有高度制度化的一个这样子的状况。那相较于我之前我是从维吾尔运动圈这里来的，那维吾尔运动圈其实也是蛮有趣的，但是我们并不会说有一个中心化的，像是 CTA 的这样子的组织，就各个地方的组织用各自的喜欢的模式来发展，然后其实这也像是一种民主的就是大家都还是要通往自由、通往民主，所以它也像是说通往民主的一种试炼，一个实验场。那就像是就是各个民主国家会有不同的政党这种感觉，就是大家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意见不合，那没关系，我们就分开来，然后各自做事，然后最后大家其实要做的事情也都是一样的，就是促成这个维吾尔的人权的保护啊，然后自由民主这些价值的伸张，所以。但是这是一个比起藏人这边，就是在这达赖喇嘛呀、Sikh 也是一个非常有领袖魅力的人，这样子的带领之下，是不太一样的运动的场合，所以在这个部分让我就是觉得说很期待去想多了解，然后这是一个跟我之前所熟知的不同的环境跟做法，所以我是抱持着非常荣幸，也是非常谦虚，想来这里多看多学。那至于我会跟达赖喇嘛尊者在见面的时候说什么话，这个我希望就变成我跟他之间的小秘密，所以不好意思在这里分享。好，那我最后谈到这个，就是说年轻一代这方面的时候，我想请教您，未来西藏的年轻人跟这些我们各个受到中共压迫的这些族群的年轻一代，您觉得有哪一些方面的合作的一些领域呢？这个未来也要看，指的是多久以后的未来。如果套一句达赖喇嘛之前开的玩笑，看他会 outlive Communist Party， 那个之后的合作就会像是一个我们期待中，譬如说像是。我举美国来当例子，美国里面也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大家最后也都在他们在美国的那些很多美国人他们是他们有同一套规则，他们遵守法治，他们重视自由，这些规则让刚刚我提到的族群、文化、信仰什么的，全部都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大家都其实是一样的。那在未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成功的就是迈向了民主化之后，那当然就会是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很生动，因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这个文化，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多样性，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思维模式，互相刺激，才可以有一个比较多彩多姿的一个社会。那如果我们不要提到这么远，我们看说，就是现在我们还是movement。还是在运动界里面这样子做的话，其实我刚刚讲的，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同样在运动圈，不管你是藏人、你是蒙古人、你是维吾尔人，你要追求的是什么？不是只是说独立而已吧？追求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独立？追求的是人权，追求的是自由，追求的是民主。那如果大家追求的东西都一模一样，我们在做的工作其实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敌人是一样的，我们的对手。我们的对手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那现在最近的世界的局势变化，让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譬如说像美国、欧洲很多国家开始发现说，这个中国好像不再像是以前一样是一个很好的商业伙伴，中国是威胁，它是有潜力会做坏事的。然后乌克兰被入侵这件事情也让西方世界更注重到说，那
我们现在的和平的日常生活其实很容易就会被破坏掉。那些独裁者他们的权力的这种贪婪，会对我们造成威胁。那他们可能就会自由世界可能就开始慢慢的发现说这个中国这样子不好，所以就会开始采取行动。在那样的时候，就不是只是说我们不同族群的运动者，我们会跟所有其他的国家、自由世界国家就是这样的运动者，他们譬如说。以美国为例好了，美国也有很多的人权机构，他们不见得是跟做维吾尔或做藏人的人权，但是他们是人权，维吾尔人权、藏人人权被侵犯，他们也是他们的事，所以我们追求的价值都是一样，那大家的合作上自然就会是一样。我觉得最可以学习的，其实是因为以我说藏人为人这种的或台湾各式各样的，其实有一点各自为政，就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在进行，所以没有一个统合，没有一个联盟的那种力量，没有同盟的力量，但是各自在走各自的路，也都让各自学到了不一样的经验跟教训。那我们如何把这些经验跟教训互相分享？其实我觉得就会是短时间近期内，也是我希望这次的这个活动会议，这是我的一些预期，就是未来可以达到说。我们就是会越来越紧密的关系，然后透过不断的交流，就像我们现在在讲话一样，也是我们在分享不同的运动、不同的背景、做事的方法，互相学习，不用避免重蹈覆辙。然后我们都在同一个圈子，大家都是互相加油打气的，我们都希望看到对方成功，这是我的期待跟理解。好的，谢谢你，谢谢。请教你一下，就是今天见完尊者之后，我们也知道你已经见过很多次了，所以说今天见到尊者之后有什么感想或者收获？对，因为今天见尊者了，一个主要的是因为有大疫情过了以后，我们当然非常高兴。知道尊者那个身体非常健康，那么他也告诉我们，那么他会那个做事至少10年20年，那么未来的话呢，能够给就是藏人，包括给我们海外的流亡人士提供就是这种鼓舞，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另外一个呢，收获了，因为我们面对的全球的各种形势变化，那么但是呢，我们今天的那个人群呢。有不同的这个族群来的，那么尊者告诉大家呢，最主要的是就是说，天下有情众生都是一样的，让我们大家呢没有分别心，那么应该认识到人类的这个议题，那么我觉得这恐怕是我这次能够领会到的最重要的，就是达赖喇嘛尊者告诉大家了，不要那个内斗，不要分裂，那么不要那个制造仇恨，而大家呢能够有发菩提心呢，不仅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发菩提心。那么这样能够营造和平，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呢，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教导的话呢，那么他对不仅是中国的自由，不仅是藏人的自由，不仅是中国今天这块土地上的和平，而且是世界和平呢也是有信心的。我觉得这是我今天最大的一个得到的最大的一个就是礼物。那么在今天见尊者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发生一些令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呢？对，其中一个非常深刻的就是，因为刘晓波的那个妻子刘霞呢，那么也在，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刘晓波那么跟尊者都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尊者对刘晓波的那个遗孀呢，就特别的问候关爱，那么所以呢，他们之间的互动呢，那你可以看到，尊者呢是非常就是关心刘霞，而且刘霞呢也把他的著作和刘晓波的诗集呢那个献给尊者。那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我觉得是，而且据我所知呢，这是刘霞第一次到达兰萨拉见到达赖喇嘛，对，因为以前有其他的场合那么见到过尊者，那么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感觉到印象深刻的。好，谢谢。好，感想或是收获。
其实我在尊者一走进房间的那个瞬间，然后我看到他这么和蔼可亲的跟大家这样子相处，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眼泪就流出来了。然后他散发出来的这个这种一种光环吧，这个非常的温暖，很让人舒服，非常的没有说就是架子。然后我觉得尊者在开场跟我们的这个演讲的过程，他一直不断重复的提到一个重点。那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一定是我们做这个群众运动的都要非常谨记在心。其实是一个我们生来一直都会的东西，但是在长大的过程，在这个社会互动慢慢的丢失了，就是人的一体性。尊者他举例是说，小朋友一起在玩的时候，也不会管说，你藏人我什么的，就语言不通的，来自不同的地方的，肤色不一样的，宗教什么，没有人在管的，大家就是互动相处，用这样子来看，大家都是人类。对，这个众生就是他的一直提到的概念。那的确，我也注意到说，尤其我们在做这种不一样的社群，这样讲，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对于不同的族群文化会有比较再更详细的更敏感一点，也可以这样子讲。不见得是往不好的方向或者是对立的方向。其实大家对自己的文化抱持着骄傲的理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感想是，尊者提到，他在里面讲的话，我可以在这里再讲出来吗？可以。好，他有提到说，他是宗教的领袖，然后他跟印度这边的各式各样的宗教，去各式各样，他去清真寺也好，他去印度教的这个 temple 庙也好啊，他去每个地方都去参加，然后都去理解，都去倾听，不要有架子。而且他说，他提到这一点，我特别开心。他说，当他去清真寺伊斯兰教去体验、去学习、去说我们来交流的这个过程，他说他也戴上了穆斯林的那个帽子，对，他就穿着打扮什么就跟他们一样。那这个对我来说特别的开心，尤其再加上我也是想着说，我还担心说，我就是想着今天来见尊者，所以我昨天才买上这个的。然后我就想说不知道这个文化挪用啊，或者是会不会这个就我不清楚怎么穿戴什么。还好我们的那个CTA 啊藏人同胞啊什么，大家也都在帮我啊，但是。我一开始还是有点心虚的，所以我跟大家问大家说，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这个问题，就穿这样很好。我也不是有任何我对藏文化的了解不敢说多。那当然血缘背景什么的也都没有，但是听到达赖喇嘛尊者提到的人的一体化，就是我的这个就想说我自己想太多了嘛。对，我们都想太多了，其实很多时候。然后他说他换装扮那个，我特别开心，我觉得说这个做对了，真是很开心有这样子。那在觐见尊者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你特别难忘或者是印象深刻的呢？过程是指说从就一路走这几天的活动，还是刚刚上面？刚刚见尊者。刚刚上面。特别难忘的，就最大就是尊者，他不是一个可以忘记他的存在。然后我说他有温暖的光环。他非常的平易近人的互动，幽默感也很好。对，好，谢谢。中共能够维持如此长久，它最重要一点就是它从来没有外力的挤压，一旦受到外力挤压呢，它自然会垮台。所以呢，对于这一点呢，我感觉到这是我们这些族群所看到的一种政治机会，大家都期盼它能够实实在在的能够引起新的政治变革的大高潮的到来。台湾的更多的社团、更多的民间人士跟藏人交流，不是施舍藏人，不是将我们的恩惠施舍给藏人，而是我们更多像尊者达赖喇嘛所带领的这一群藏人，这么样的自在，这么样的节制，这么样的和谐相处。我们要跟他们学习藏人精神。为什么藏人开会很少吵架？为什么海外民主运动常常吵架？为什么台湾的国会常常这样子为了自己的党派立场吵得不可开交？所以流亡政府、流亡政权所建立的民主，它的核心价值有时候超越西方的这种政党竞争。很高兴，另外身体尊者的身体很好，所以我也很高兴也放心。尊者呢，既是你们的这个精神领袖，
也是我们的精神领袖。所以呢，尊者在关怀着西藏，这是大家都知道，全世界他也在关怀着南蒙古。我们感觉到很感动，我们感觉到信心，又有了新的信心和力量。第一次见到法王是在已经30多年前了，那每一次见他都让我觉得收获很多，而且非常感动。因为像今天我看到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时候呢，他就用手去拥抱她，那个完全是一种真情的流露，而且他也常常讲说人类是一体的，不要分你跟我，所以我觉得他这种智慧心、菩提心跟慈悲心啊，真的能感化世人。那我想，任何有关对达赖喇嘛可能有一些误会，或甚至是诽谤的，那从今天看到法王他这样对待我们、对待众生，就知道那些误会跟诽谤完全是错。